李浩然議員。多謝主席。咁咧就我自己咧對於中大即係做呢個醫院一直咧都係好關注同支持嘅。咁對於今日呢個議案咧，我亦都會係投贊成票，即係希望咧能夠有多啲時間，即係可以令到嗰個即係變成可行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原本想問嘅問題咧，就係阿吳傑莊議員嘅第二題，同埋阿何敬康議員嘅第一題，都係現金流嘅問題，都係一樣。咁但係似乎咧，即係可能咧喺呢一刻咧，都似乎都未必有一個好即係好 concrete 啊，即係一個嘅俾我哋睇到。因為我自己睇翻成個材料咧，我哋睇到我從嗰盤數去睇咧，其實就唔係好睇到咧，即係話即係對於未來嗰個業務發展咧，係即係個計劃係點樣？又或者再另一個角度去講咧，就係其實由材料裏邊咧，我亦都睇唔到咧，就話未來幾年咧嗰個增長點咧，其實係放喺邊度？因為似乎咧一路都講緊我哋其實係壓縮緊個成本啊，跟住會越嚟好生意咁，但係似乎咁樣咧都未必係好符合到咧去營運一間商業醫院嘅成套生意嘅嗰個 business model 嘅。我自己去睇咁，所以呢方面咧，即係我諗我未必有一個好具體嘅問題，因為其實頭先兩位同事都問咗嘅。咁但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話可能喺呢方面咧，會唔會有啲建議就係即係喺成個管治上邊咧，可能都需要咧係即係加入一啲有商業營運醫院經驗嘅團隊咧，係去做到成個醫院係更加即係起碼有個 business model 係睇到出嚟咯。咁我諗我主要係呢一個嘅建議同埋個問題，其實都係同頭先兩位同事好相近。唔該。好啊，副局長。係主席，唔該。或者喺醫院管治方面，我交俾中文大學嘅主席去睇下佢管治點樣加強。好啊，查主席。係多謝議員嘅提問。喺管治方面咧，我正話都提到喺未來呢一年咧，我哋喺中文大學對於中文大學醫院嘅管治咧，就絕對會加強嘅。咁正話已提到咧，我哋已經委任咗自己嘅校長盧勇明校長成為醫院個 board 個主席啦。咁同時咧，亦帶咗幾位新嘅醫科專業嘅成員入去董事局處，係幫手喺業務拓展方面更加做到努力。我正話議員提問到個業務個增長嗰度，我諗業務增長嗰度，我亦想馮康醫生講多少少床位增長同埋手術室增長嗰度，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要素嚟嘅。如果主席可以嘅話，好。馮醫生。嗱，我哋而家暫時營運緊嘅床數咧，就大概300張度啦。醫院規劃嗰個容量咧，總共有516張嘅。咁所以未來幾年咧，我哋會繼續咧係去擴展個服務嘅，包括所有啲床咧就要全部投入服務啦。而家預計喺2027年10月之前咧，就會陸續咧將所有啲床咧都會投入服務嘅。喺手術室嗰方面亦都係啦，而家暫時醫院營運，譬如主要嘅手術室就有6間，日間手術室有2間，產科手術室1間，同埋眼科手術室就有2間咁樣。咁其實我哋仲有規劃咗個空間咧，係可以再擴充我哋嘅手術室啊，同埋嗰個產房嘅服務啊等等嘅嚇。咁呢啲咧，我哋隨住即係同保險業嘅合作啊，同埋即係頭先亦都有提到，譬如話係產科服務其他嗰啲推廣啊咁樣咧，而家睇住個量嚟講咧，係一路喺度升緊嘅嚇，嗰個一路以嚟嗰個升嘅比例咧，都係每年大概即係20幾30% 增長咁樣。咁所以我哋即係基本上嚟講，對於嗰個業務嘅增長咧係審慎樂觀嘅嚇。頭先講過商業模式咧，就基本上嚟講咧，都係我哋嘅商業模式咧，都係以即係定價收費啊，即係個套餐價同埋同保險合作咧，加強合作咧，去推動我哋嗰個業務發展嘅。好啊，查主席，李浩然議員問會唔會引入啲商業嘅人才咧，係加入去？咁你哋會唔會諗㗎呢方面？其實我哋醫院董事局裏邊已經有唔少嘅商業人才。咁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哋其實每幾個月大學嘅校董會都會討論醫院嘅問題嘅，所以已經都好直接去了解呢個問題。咁我哋校董會裏邊係唔少人才嘅。好，唔該。